大家好，上回講天雷無妄卦，又就天雷無妄卦翻出了，即係支卦出地風星，星卦嚟到講時事。提到天雷無妄卦之後，世界因為地風星卦，星卦有星象而始終向好，咁希望大家仲記得咯。地風星卦咁好，今集就講地風星卦。要講易經第46地風星卦，有必要先講清楚第45澤地歲卦。呢個歲係草，多而雜亂嘅草。咁人喺多而雜亂嘅草裏面揀出最新鮮、最翠綠、最有用。人嘅呢個揀選過程，咪就係拔萃咯。拔萃嘅原意在此。咁人唔會成世都冇用噶喎，冇用咪搞到佢有用咯。做人就係咁嘅一回事，也就係咁小事而已。咁人既已被提拔、被提攜出來，即係今日所謂嘅升呢。升呢喺古代就係叫做登上登台。此所以從第45澤地歲卦往去第46地風星卦，我係有必要將呢兩卦嘅關係講清楚。咁易經於此卦時就話啦，星元亨，用見大人勿恤。嗱，畫出呢一卦真係好噶，有好際遇，好到咁樣。但係個恤字就唔係好字眼啦。香港人聽得最多嘅就係苦恤金3個字。恤其實係傷心流眼淚嘅事啊。而家人知道你有傷心流眼淚，於是用錢俾錢去安慰你啊。咁人已受到安慰，理應釋懷啦。咁點解會話本卦好啊？因為用見大人咯，說的是你已有用，在上位嘅大人都想見你用你，所以易經就話啦，勿恤，唔要再有傷心流眼淚嘅事啦。嗰啲衰日子亦都已經過去。各位，勿恤兩個字真係重點嚟㗎。好多人有工作有收入，生活安定，但係每日搭車返工途中，佢都唔開心，想喊，傷心啊。咁呢個咪就係抑鬱症咯。易經早喺2000年前已經知道人係有抑鬱症，於是好認真、好苦口婆心咁勸世人勿恤。勿恤就係靠自己唔使食藥，將抑鬱症醫好。好啦，咁易經貴為占卜同埋下開風水學嘅哲學巨著，佢仲有咩講啊？咁大家請睇落去啦。易經於此卦就話南征吉，係向南方行，甚至喺南方打仗都係有利嘅。咁點解會咁啊？照先天嘅卦象體系所示，地風星卦嘅地全陰，而地坤又屬水，實在太陰涼啦。當然就需要全陽嘅乾以及屬火嘅南方啦。咁畫出呢一個卦嘅觀眾，如果喺東南西北要揀，有得揀，一定要揀南方，甚或是揀南方去旅行，哪怕是曬多一啲太陽都係好噶。咁移民呢，就係長遠嘅事喎，咁你就要俾人八字，等師傅去算下條命啦。嗱，因為我係以天雷無妄卦問時事，天雷無妄卦又翻出地風星卦，地風星卦又話利南方，而呢個征字冇錯係講出行出門，但係好多時候呢個征字其實係指出兵打仗。所以中國將來發生熱戰要打仗，一定係發生喺南方南海，而發生喺南海嘅戰事真係求之不得咯。因為易經講得好清楚啊，中國喺南方作戰打仗係一定贏。咁易經仲有冇講其他方向啊？有啊，易經話地中生木，始於細微，以至高大，故為星象。
地坤象水，仲記唔記得啊？既有地又有水，自然有植物生出。地中生木嘅木便是植物了。始於細微，說的是植物由細至大。咁人係要俾多啲時間同埋耐性去種植。植物高大成蔭，咪就係星象咯。各位，易經係有定制嘅。呢個定制就係在於一講個木字就兼指埋東面。木係指東，木嘅方向係東。咁後來中醫藥學與風水學都以此為例。各位，我哋提到東面喎，而且我哋先前係以呢一卦問時事。咁我哋係有必要睇下中國嘅東方。中國嘅東方有乜嘢呢？中國嘅東方其實係有一件大物體，一條大鎖鏈啊！呢條大鎖鏈美其名就叫做第一島鏈。第一島鏈係美國從1949年就開始策劃部署炮製，佢北從日本，中去到台灣，南去到菲律賓南海，係困住中國嘅一把捆龍鎖，就係唔俾你出去啊！咁從49年就開始鎖，一直鎖到1976年，中國先至有能力首次派出潛艇支隊潛航出第一島鏈啊！安全出，安全返，完成任務。咁真係應咗易經始於細微一句咯。咁中國嘅海軍從不能到可以呢一段歷史，咪就係始於細微咯。由30-40年之後嘅2014年到中國嘅空軍啦，中國嘅空軍轟6型嘅轟炸機先至首次飛出咗第一島鏈。各位，安全出，安全返回，完成任務，聽就容易，講都好容易，實質個難度係好高噶。咁中國海空軍都有進步，咪就係應咗星象咯。咁有人話啦，講呢啲，各位，易經係天地嘅事，咁我保羅講易經，梗係要講呢啲啦。如果你唔中意聽，我就講下男女之間有喜嘅事咧。嗱，易經地風星卦九二爻嘅時候咁樣講，之夫有喜也。咁坊間有圖書就話啦，陽氣上升遇陰，陰陽合。咁啊，示意呢一爻咪有喜咯。其實梗係唔係咁啦。爻二有喜係因為地風星卦翻出咗澤卦，呢個澤係主少女，同時又翻出咗個雷卦，而呢個雷係主長男。少女啊，遇上一個成熟穩重嘅長男，呢個長男好識照顧少女。咁咪好啱呢個少女嘅要求咯，二人馬上就喺埋一齊啦。又因為啊，雷卦嘅長男啊係主衝動，而風好澤好主嘅少女都係帶蠱惑。咁衝動男遇上蠱惑女，哇！咁仲有咩事啊？咪就係有喜事咯。咁有喜事就唔好又嬲又笑啦。有喜唔要係唔好咯。而坊間所講嘅陰陽合，陽氣上升遇陰，其實講嘅係93爻就啱啦。喺93爻嘅時候，易經就話啦，星虛泣。嗱，注疏講得好清楚噶，佢話陰陽合，所以呢一爻好到不得了。人只要去做，連一座城池咁多咁大嘅財富都可以得到啊。九二爻好，93爻又好，連64爻都好喎。64爻嘅時候，易經就話啦，黃蓉亨於岐山順氏也。岐山喺今日嘅陝西省，係中華民族嘅發源地。易經話人喺呢一處人群聚集，係好多人嘅，咁多人嘅地方你都撈得掂，即係掂啦。而65爻嘅時候，易經就話啦，貞吉星佳大得志，因為陽氣一路向上升。現在啊，連陰爻佔咗陽位咁唔好嘅事都變成有利啊！
咁都話大德智啦。除非閣下冇智、冇志氣、冇諗頭、冇想法，咁人亦都真係好難幫到你啦。好，熬去到上六嘅時候，易經就話啦：冥星在上，消不富也。說的是人本來係喺最底層，底到點啊？底到喺地府啊，即係嗰個冥字啊。喺地府，原來你係鬼，係窮鬼嚟噶。但係現在你已經升呢啦，從92爻、93爻去到64爻、65爻，你都係咁升。而家已經升到呢一卦嘅最高處啦，表示人經過努力之後，已經揾到1000幾百萬，都揾到錢啦，咁咪休息一陣咯。易經話嘅係呢1000幾百萬裏面攞500蚊出嚟咁多好啦，聽清楚啊，攞500蚊咁多好啦，周圍行下食下輕鬆下。呢個消字就係衰咪由得佢衰咯，都由佢啦。總而言之，地風星卦好就係一定噶啦，就算真係要打仗都係好。最頂流嘅科技戰好快就會分出勝負噶啦，分出勝負之後有咗次序與定局咪仲好，好過成日都喺貿易、關稅、經濟上鬥嚟鬥去，鬥生鬥死，影響咗人嘅生活啦。此其一。其二就係地風星卦係我保羅從天雷無妄卦之卦而出，即係純係從靈感自然而嚟，係卜出嚟嘅。大家最要緊明白，天雷無妄卦並唔係我揾出嚟，揾出嚟大家明咩意思嘛？揾出嚟之後喺嗰度講故事、做文章、穿鑿附會，嗱呢啲咁樣移船就冚生安白做嘅嘢，我就唔會做嘅。靈感人人都有，你要信，你會去求神拜佛，唔求神拜佛，你都會去教堂崇拜主耶穌，拜祖先就一定會啦。即係你都相信你所做，上天耶穌會應，天人有應係一樣。咁大家諗諗啦，我都唔講咁多啦。咁大家睇咗咁多集《易經平天下》，如果覺得《易經》都幾有意思喎，而呢個保羅亦都幾識講，咁就訂閱按讚啦，俾小弟再多啲動力，讓我為大家效勞。咁今集完，多謝支持，請。